用最長嘅對白啊，定打？你哋是但揀一個即係揀寧願要打，定係背好長嘅對白？即係寧願做 Jeremy 定做 Anson Lo 咩意思？或者 Tiger 都得。寧願打戲定係背好長對白？咁可能真係寧願打戲喎，因為背好長對白咧都真係有啲難度嘅。即係仲要，如果例如可能今次 Jeremy 啊、Ian 呢啲係，即係你不能用邏輯去背，你一定要死背難背咧。咁因為你拍攝無論點都好咧，去到現場你一定會緊張，即係你當仲要知道要拍咁大粒對白嘅時候，咁又會驚搞到人哋幾剔啊，嘥大家時間。咁所以個壓力其實好大嘅會，所以我寧願打真係。我都係打，因為我諗我做呢一 part 嘅動作應該會順利收工多過我一大抽對白，因為我應該都係會揀呢一個。咁我就揀講嘢嘅，因為嗰場戲咧有人打咧，冇人講嘢就好 dry 噶嘛。係啊，佢哋兩個落咗場打啦嘛，咁我嚟旁述咯。哇！你左攻右咧，講波啊你啊 ！OK。師兄已經使出佢。評述員。好，到我數啊嘛。冇錯。好，準備。1、2、3。好，睇先，幸運兒喺邊度？見到啦，三女朋友，你好。你好。我想問咧，咁12屆到偷完呢次分分之後咧，你哋覺得下一個任務會係乜嘢？即係偷完今次啦，偷完盞滅蚊燈之後，下一次嘅任務會係乜嘢咧？下一個任務就係借票。進行當中 ING 啊，講得好好，係會因為個邏輯上咧就係唔好意思，好執着，因為係有人搞呢個樂具耳，所以我哋先去偷嘛。所以我哋嘅出發點唔係純粹為偷嘢嚟嘅，我哋保護世界和平啊！我哋保衞地球嘅，有好小事啊，係。咁所以除非係有啲為非作歹嘅人出現咯，咁我哋就會再出手咯。係啊，我哋啲12怪盜唔係亂咁出手噶嘛，係咪？好 ，thank you，唔該晒三位。係啦，咁我哋到一齊睇合照嘅環節，我哋坐8、9、10啦，好冇啊？thank you，8、9、10，thank you。